特惠車票只適用於30-41歲小偷及65歲垃圾違者會被檢控。行人在路上5秒認出繁體字。點解香港由始至終都係要做一個咁嘅遷就嘅角色呢？遷就佢哋，我覺得呢個係思想倒退咯，係咪？咁你都可以試下內地旅客俾個繁體字佢，係咪？咁睇下佢哋識唔識咯。我哋攞過啲繁體句子落尖沙咀，問過內地遊客，佢哋都明㗎。行人在路上踩單車會被監控。佢仲犀利。店鋪擴張期間，隔壁正常營業。港大個研究話，香港學生簡體字水平低，要教育下。那你覺得有必要嗎？有，因為你們也會去內地旅遊啊。請問亂拋垃圾或者會被檢控？要下車請按下車鐘。咁你覺得自己嘅簡體字嘅能力點樣？高啊！同樣嘅句子換做簡體字，大學生都好流利咁讀出。講到話香港告示要加埋簡體字，佢哋都耍手擰頭。即係因為告示牌有啲都會有埋圖案啊嘛，咁好難唔明噶嘛，係咯。Let's go！反對簡體字嘅情緒越嚟越高漲，政府啊或者有關方面咧，即係要去知悉，要知道呢種咁嘅情緒，因為簡體字的而且會影響到我哋嗰個城市嗰個觀感啊。睇到呢度，你覺得我哋個城市有冇需要加入簡體字啊？